大家好，歡迎收睇65後慢活。好耐冇去深圳啦，今次就快閃去南山區嘅萬象天地午餐。要去萬象天地，最近嘅口岸係深圳灣口岸，大家可以喺深圳灣口岸選乘地鐵13號線去到深大站，再轉乘1號線去到高新園站，車程大約20分鐘，又或者乘咗的士前往，車費大約25蚊。今次我哋選擇嘅餐廳係獲得大眾點評南山區創意菜好評榜第1名嘅遠古雲景。餐廳位於萬象天地嘅里巷，可以喺地下旁邊嘅入口步行至1樓，又或者直接由1樓進入餐廳。由正門進入餐廳，首先映入眼簾嘅係一個巨大嘅窗口，而佢右手邊就係大門。由樓梯往上走，先係見到餐廳展示咗唔少嘅擺設，精緻小巧。再往上行，視線就會透過木棍屏風，若隱若現見到2層嘅用餐空間。上到1樓，就見到餐廳利用落地玻璃窗，俾客人提供咗好好嘅觀景位。餐廳四周利用老石頭同埋植物喺呢啲空間度造景。採用咗屏風間斷嘅設計，減少客人用餐時嘅互相打擾。中間嘅吧台方便侍應準備飲品，見到吧台嘅位置同水互相結合。喺離遠嘅景觀用餐區都可以享受到水流同埋霧氣帶嚟嘅涼意。今次我哋喺美團買咗佢哋嘅春季雙人午市品鑑套餐，菜式非常之多啊，有唔同嘅前菜、主菜、熱菜、主食、湯羹或者茶飲同埋甜品可以選擇。今次我哋大多數都選擇咗佢哋嘅商家招牌嚟試下。先嚟嘅係前菜黑雞中菌菠菜，呢一道前菜以新鮮菠菜做基底，搭配咗珍貴嘅黑雞中菌、葡萄乾、生核桃，再加上麻油用作調味，品香濃郁，菠菜清爽可口，口感豐富，係一道既健康低脂又開胃嘅前菜。再嚟嘅係熱菜黑松露炒野菌，呢一道菜式嘅造型同想象中嘅完全唔同，非常特別。野菌用上黑松露作調味去爆炒，再喺上面鋪滿炸過嘅菇菌，但係又唔會覺得油膩。喺炸菌之上再加上一隻無菌雞蛋用作攪勻，調味啱啱好啊！另一款熱菜栗子烤雞係大眾點評網友推薦嘅 No.1 菜式，經過低溫慢煮再烤過嘅雞髀肉，外皮金黃酥脆，肉質鮮嫩多汁，配上特色秘製嘅蜂蜜檸檬汁醬，超出我嘅預期。一件接一件咁食過唔停口。餐廳招牌之一嘅主菜白酸湯野生焦文火牛肉，用上貴州海里白酸湯慢火熬製，加上牛肩肉、牛骨髓同埋白菇煮成，經過慢燉嘅牛肉非常入味，配搭野生椒嘅微辣同埋白酸湯嘅清爽，酸辣開胃但係又唔膩口，湯汁濃郁。牛肉越食越香啊！另一款主菜三色藜麥豆湯魚，選用新鮮嘅乾豚魚，加上白木肉耳，配搭濃郁嘅豆湯煮成。上台之後，侍應再加上餐廳即炒嘅三色藜麥用作點綴，藜麥嘅咬口同埋魚肉嘅細嫩形成對比，豆湯香濃襯托出魚肉嘅鮮味。呢道菜唔單止營養豐富，口感都非常獨特。湯羹我哋就選擇咗花椰菜筍絲羹同埋茉莉冬瓜慢煮雞湯。花椰菜筍絲羹以蘑菇、椰菜花、白洋蔥同埋筍絲慢火熬製，湯汁濃稠順滑，帶有淡淡嘅蔬菜香氣，口感清爽但係又唔失層次，係一道暖胃又健康嘅湯品，非常出色。另一款嘅茉莉冬瓜慢煮雞湯，碗內先放上切成薄片嘅冬瓜、雞肉碎同埋茉莉花。喺上台嘅時候，再由侍應喺茶壺倒出雞湯，十分特別。冬瓜切成薄片，再加上雞翼拆出嚟嘅雞肉，茉莉花嘅清香同埋冬瓜嘅清爽，
再加上經過慢煮嘅雞湯，湯頭清澈，視覺享受十足。美中不足嘅係茉莉花手有苦澀。主食方面，我哋就嗌咗青豆蓮藕海藻涼麵同埋馬蹄芋頭鱈魚泡飯。青豆蓮藕海藻涼麵以清爽嘅青豆、脆嫩嘅蓮藕片為主要配料，配搭彈牙嘅海藻涼麵，淋上特製嘅醬汁，酸甜開胃，口感豐富而且層次分明，又健康又好味。馬蹄芋頭鱈魚泡飯，鱈魚粒粒加上爽脆嘅馬蹄同埋綿密嘅芋頭，湯頭濃郁但係又唔膩，湯汁吸收咗食材嘅精華，係一道兼具營養同埋美味嘅主食。最後甜品，我哋就選擇咗茉莉清茶樂同埋豆乳茶糕。茉莉清茶樂賣相精緻，以竹筒做容器，茶香清新淡雅，奶酪口感順滑細膩，入口即化，帶嚟一份淡淡嘅甜味。豆乳茶糕嘅賣相都非常特別，上面係豆乳，口感綿密細緻，帶有淡淡嘅豆香，食落去係抹茶蛋糕，甜度適中，入口即化，係一道充滿風味嘅精緻甜點。圓古環境，每樣菜式都唔單止展現咗食材嘅天然風味，更加融入咗廚師嘅巧思。每一道菜都好似一幅畫咁，令人感受到美食同埋文化嘅結合。每樣嘅菜式份量都唔少，套餐可以滿足咗一次可以食到好多菜式嘅要求。餐廳環境優雅，空間感十足，而侍應嘅服務都非常貼心，由暖手嘅毛巾開始，到確認上菜嘅順序，再加上每道菜式嘅介紹十分周到，呢次嘅用餐體驗感覺非常良好。今次嘅介紹就先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你收藏、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